寫書法嘅人都係比較少。唔係啊，你人點樣咧？好多畫就得㗎啦。有唔係都要寫。我就即係你寫嗰啲個傳行書比較多。令人哋敬佩啊嘛，係咪？你因為算我都好難我寫但冇人傳書都好。我睇呢個畫畫嘅時候咧，我就好感動。你又寫下個玩㗎，係啊，算書係感動咧，算啊，我就臨急就整咗幾句打油詩。第一句啦，歲嗰陣時係寫惜別羊城2兩年，我哋離開廣州啦，阿英姐啦，2年啦，2年多，惜別羊城2兩年。書咁又畫又係10歲啊，又係廣州來玩啊，跟住成年有啲男仔。第二句，今朝歲人哋送個書章俾我。重聚，今日重聚。喂，聽住，今日重聚。盡歡迎大家盡情去高興。哇！你自由良嘅，係啦，我知道睇係句寫。今朝重聚，盡歡迎。好耐冇放你喎，真係。你真係屬於係哇！係啊，好多人打你，好多人歡迎。不用啦，那麼記得㗎。歡迎。你是不是你的？你也收藏？我說是不是你的，還是他當然是我的。你的？你可以收藏嘛 ？Good taste，英文叫做 good taste。你可以收藏的。這是宋詞啊。蘭亭第3句哦，蘭亭呢蘭亭室內隨廢筆，喺蘭亭室內咧，佢隨便動一筆，嗰就睇到佢嘅喺度廢筆啦。大家不要走，還有紙體膠，還有卡片，還有筆報紙，OK。你知唔知詩人好似我哋嘅會長點解重要咧？我係望琴望實及嘅，因為隨廢筆，因為就算你點樣畫裏邊嚇，即係我唔係話畫好 OK。佢哋幾個字詩裏邊就代表所有好多嘅嘢，即係個思維啊，將佢濃縮到收藏真嘅，以後即係呢啲係詩，好啊，將詩詞睇到啦。至少我知道，我好冇嚟。至少我知道你是好東西嘛。